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1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代写论文造假。今年6月14号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网上有20多名高校人员因为买卖论文抄袭他人学术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被通报批评，涉及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被取消。学术造假背后总有着论文代写代发灰色中介的暗影。关于这个论文造假可以说是无孔不入这个是涉及到这个高校老师对吧，科研人员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居然这个也造假，那这个肯定涉及套取国家经费。那更多的造假，比如这个学生论文造假、毕业论文造假，这个就数不胜数包括某些公职人员或者是有编制的，他们需要学术需要这个论文去评职称等等，那这个造假那就更多。这个红星新闻记者他为了揭开这个论文中介机构的运转秘密，也就是这个造假谁在造假，怎么造的假，那这里面肯定有一个灰色的产业链，甚至黑色产业链。所以这个记者为了搞清楚这个运转的秘密，所以耗时数月卧底进入2家论文中介机构。卧底期间记者发现这2家论文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所谓的独家发刊资源，即论文机构自称会与某些期刊杂志社合作，建立内部投递论文渠道，为客户论文的发表录用开绿灯，甚至提供一条龙服务。一家机构提供的内部资料显示机构为帮客户刊发论文，能为客户凭空开具会议邀请函、参会证明的文件，也就是造假一条龙，你只要给钱对吧，所有的这个证明文件都可以给你弄全。这家机构负责人称，公司去年累计为客户运作发表论文13万篇，年收入超8000万元。说另一家中介机构的内部资料中登记了近110个所谓的合作期刊名录。机构负责人表示，其中一些与机构独家合作的期刊论文不经机构投稿就不会被录用。具体情况大家看这个红星新闻记者的这个暗访卧底的视频。13万篇成交，然后赚了8000万。啥子学历嘛？要编一个嘛？都可以抵了点研究生。都纯关系到我们这个关系到那种程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网通报了21起因买卖论文、抄袭他人学术成果等学术不端案例，涉及买卖实验研究数据、买卖论文等多种科研不端行为。学术造假背后有着论文代写代发、灰色中介的暗影。这些论文工厂如何经营这门学术生意？红星新闻记者耗时1个月，卧底进入2家论文中介机构，成为一名销售人员，揭开论文中介机构运转的秘密。以医学类学术论文为例，在中介机构里，一篇论文的生产主要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销售端，中介机构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找到有代写代发论文需求的客户。第二步，写手端，中介机构将代写业务外包，并阻隔写手与客户的直接联系。第三步，渠道端，中介机构通过特有资源与各大学术期刊、会议论坛等合作。我们讲现在公司的一个推广路径，都只有2条，都是线上自己找客户，发小红书。还有一条都是线下他们自己开医院。直接跟我一起拿了一下，就是我是做那个只申办和这个论文结题。国家好多呢15个吧。我们省收点区，每一周收一天，去刷个脸，然后好一天。作为一名销售，记者在中汇智科公司卧底期间，需要不定期到重庆各大医院逐楼层、逐科室敲门拉客户。同时，该公司也向员工发送了多份医生客户名录，数万名医护个人信息登记其中，包括身份证号、个人电话、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等。为了进一步摸清中介机构的论文代写流程，红星新闻另一名记者假扮医生，以购买论文为由，来到中汇智科公司咨询相关工作人员。先生有多少？算全职的话有6个，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兼职写手，应该你也知道吧？博士他们做完研究了之后，会有时间，然后帮我们输出一部分稿件。假扮医生的记者以3500元购买了一篇该机构代写的医学论文，在未提供任何病例实际数据的情况下，论文中也明确写着各类临床数据，但论文的知网查重率却高达 21.6%。记者在重庆树洞严选公司卧底期间发现，当有客户询问写手学历时，工作人员表示向客户任意编造学历即可。啥子学历吗？对，要编一个嘛。哎呀，文科硕士，都是研究生，文科也低了点研究生。记者在卧底的中汇智科公司发现，为给代写论文提供临床数据，该公司会模仿他人实验数据编造假数据。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写的吧？对，他做了实验的。对，这个做了实验。你如果单独要一份原始数据的话，是要额外收费的。但是这里面的就是说你能看到的数据，都是我们自己模拟了原始数据做出来的。说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是啥子啊？你在那边跟药企起联合投资了1000万做了一个生物实验室，所以我们从申请课题然后到实验，然后我们写成一篇论文，挂到我们刚刚申请课题，然后申请结题，这个2年全部是我们可以做的。记者在重庆树洞严选公司卧底期间发现，该公司负责人自称与一些收录于知网、维普等学术论文网站的电子刊物有特殊合作关系。今天对外做的数字是18万篇，我实际上收录是13万篇，然后赚了8000万，里面50%都是医学的。然后咱们这边呢，是因为跟美国时光都是直接的资源关系啊。不仅如此，该公司的代教人员还称，可以为有需求的客户统一安排学术会议的宣读证明，并加盖公章，也会伪造录用通知，骗取客户信任。他要的话，我们都给他；那录用通知的话，都是我们个人帮他出。只能说是代理了，其富有作者。有些客户的话，他都会问你要一个那个宣读证明，我们统一给他安排。在中汇智科公司，卧底记者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了解到该公司运作论文最重要的渠道流程。那本杂志是那个，这原则上是杂志社，我们说的是给了我们一个那个投稿方式，让各个个人自己投稿，投了稿之后把稿儿给我们，然后我们给杂志社，杂志社就一路开绿儿直接出录用。所以说我们能运作的是在关系高的前提下，然后把它运作出去。然后有些文章呢是需要学术那边把文章给了我们过后，然后我们直接给杂志社的无用可能的媒体，直接让它系统查稿，走纯关系稿，懂我的情况，按系统稿这种服务。因为有的杂志那个杂志我个人亲自卖货，很远，我卖6万5篇，那个杂志我卖4万8，那个价格是足以让人赚了很多钱。那本杂志我回来就是我独家。至少我管全部的我代理这个，我们好多人投了一个。现在是哪个哈？就是主要是都被我们内部因为这么渠道，就肯定不是像你们这样就一直直接投过去就可以了。对，因为我没用了。对。跟社里问了，听说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可能的。消息的话肯定是一手的。这个不会被查出来的，这个不会被查出来的。有的时候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的话，我其实也不会直接的写手。不会，这东西必须要做隔离，不做隔离的话就全卷跑了。在论文代写代发的灰色领域，从业者深知代写代发论文实为学术不端。写是擦边儿啊，涉及到学术不端，涉及到造假。有点查学术不端的比较严嘛。随时都很严啊，摆在台面上的东西，它都是很严格的，大家都是私底下操作，这4个行业的潜规则。但为了躲避监管，他们有着一套自己的成熟体系。100多个团队变成这种小的事业制，单独好管理，规避了这方面的各种风险。那单公司的营业体量就小啊，也不容易被人家。可以说啊，这个论文是公然造假。实际上这个造假也不奇怪啊，因为咱们连吃的东西都公然造假，也没有任何负罪感，所以这个看的东西那造假那就更是习以为常。而且如果想到这些论文也并不用于实际，对吧？指导工作也没人拿这个当真，那似乎就更能接受了。也说是通俗的啊，也就是这些论文呢跟咱们韭菜牛马生活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关联，对吧？它不像那个衣食住行啊那造假，对吧？吃的涉及到食品安全，住的那涉及到这个房子安全，对吧？有没有这个环境污染，有没有什么甲醛超标，
标，有没有什么结构性的安全，会不会起火？行呢，对吧？那就是那些汽车安全驾驶，那些汽车会不会超速，那些汽车刹车能不能停得下来，对吧？那些汽车起了火门能不能打开，那些车对行人有没有安全隐患，这个都直接影响着咱们叫衣食住行啊。但是似乎这个论文造假跟咱们没有直接联系，所以说啊，这个韭菜牛马对论文造假这个恐怕容忍度啊要高得多。但是啊，我在想啊，这个论文造假这个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呢？它搞坏了风气，这是第一个，因为它是公然造假，它是把形式主义啊发挥到了极致。第二个，它消耗了、浪费了大量的大头的钱。这些论文造假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难发现啊，就是我们要想一想，谁需要论文造假？这里面有学生，对吧？有的学生的那个论文呢，毕业论文要找枪手，对吧？好让他毕业，这是一种啊。这种危害性有多大呢？不太清楚，也就是风气搞坏了。那还有一种要论文的，就是那些拿着这个论文，对吧？他需要拿钱的。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啊，什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要去申请项目，对吧？或者作为项目的一个成果套取那个基金的，这就是公然对吧？直接损害大头利益。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评职称用的。而一般的啊，需要评职称，需要靠论文这个数作为一个啊基础门槛，对吧？或者作为一个这个指标。那这一般的都是什么单位呢？都是那些事业编，对吧？有编制的，或我们说通俗点嘛，就是吃财政饭的，或者吃跟财政有关的饭的。我没听说过哪个私营企业说因为你发了4篇论文，说给你工资涨一涨，没听说过。你更没有听说过说啊，你要提这个副总监、提总监，你必须要在哪儿发个论文啊，没有论文是提不了总监的，没有。所以说，把你的晋升、把你的职称、把你的工资、基本工资，对吧？跟论文挂钩的，那就那么几个场所啊和单位，要么就是高校，要么就是医院，要么就是什么所谓的科研院所，是不是？甚至有的政府部门有这个要求，我不太清楚啊，说不定某些政府部门也有这个要求啊，就是你发了这个什么期刊论文，在国际上啊有影响的期刊上面发了一个论文，那你是不是奖金就要高一点，或者工资高一点？保不齐有这可能啊。但是这个在民营企业、在私营部门这种情况就非常少啊，基本上看不到。所以我说啊，这一个中介机构一年居然发13万篇假论文，收费8000万，合着平均每篇论文大概600-700块钱，好像也不高啊，也不贵。当然了，据说它的论文啊也分这个行业啊，不同的行业的论文那个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它的成本也不一样啊。所以说有的行业的论文啊一篇恐怕4-5千，有的行业论文就便宜点。他这个论文造假，他写论文都容易编呢这些论文，而且他要写就写全套，里面数据都是造假的。代发，对吧？他不仅要给你提供论文，如果你仅仅要一篇论文没有意义啊，对吧？这个又不是学生啊，学生你给他一篇论文就够了，那恐怕很便宜，300-400块钱，400-500。但是这个科研人员他这个论文不仅要你给他写好，而且还要代发，在某些期刊上，对吧？要发出来发表了才算数，那这个收费就高了。所以这个红星新闻记者啊暗访这些假论文这些工厂，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不在写论文上面，不在这个代写论文，而是在代发，对吧？就帮你发表这一块，这个里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就造假产业链呢。当然了，我们以前有节目介绍过啊，就很多期刊实际上它没人看，很多期刊它已经沦落为就是刊登这些假论文，对吧？本来这些期刊是向读者收费，面向读者，对吧？你订阅这期刊一年12本，对吧？一本10块钱，一年120，它是赚这种钱的。然后在上面恐怕有广告，对吧？登广告收费等等吧。但是现在啊，这些期刊已经没有人订阅，谁会去看这种期刊呢？订这种期刊的又是大头，也就是花大头的钱，没有私人说我掏钱订这样的期刊，那非常少。大头花钱去订这样的期刊，然后这样的期刊呢又去，对吧？赚这些发假论文的人的钱，而发假论文这些人呢，又拿着这个发了的假论文去套大头的钱。你看看是不是里里外外都是在这个手都是伸向这个大头？你这个医护人员，对吧？我看了一下啊，这个需要代写代发论文的客户啊，有很多都是医护人员。你看这个视频也反映了，对吧？这些人推销去哪儿推销啊？跑到医院去推销啊？跑到医院找病人推销吗？显然不是，对吧？他找这些医生和护士，而这些医生和护士为什么要这个假论文呢？还要发表呢？那肯定是因为这些医生、这些护士要评职称，对吧？对他的一种硬性要求，比如论文要发几篇，这些伪造数据的医学论文十有八九啊是用于申报课题或者是什么临床指南，或者是评职称，通过虚假的这种成果骗取经费。所以说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代写代发论文，这个表面看好像跟咱们韭菜牛马相去甚远，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啊，它就是建立了一个吸血管道啊，从大头那儿向这个私人抽
抽血瓜分大头的这个资金。这个记者暗访的这个视频啊，他也说了，对吧？这些中介、这些写手，他们也知道这个是违规违法，所以他们也做了很多防范措施，隔离，对吧？这个本来公司是集团化的，把它做成小规模的，只有10几个人，对吧？大家叫闷头发财，偷着乐，不要声张，不要搞得规模太大，引人注意，招人耳目。所以出现一个怪象啊，也就是说，据说啊，咱们每年发的这个论文呢，是全世界排第一啊，就是把全世界其他国家发的论文加一起，也顶不上咱们就是咱们发的论文。但是说遗憾的是，说咱们的论文呢，说引用的非常少，人家尽量不引用咱们的论文，这也是万幸啊。他引用你的论文呢，里面数据全是假的，经不起推敲啊，所以人家干脆不引用。这就是咱们是个论文大国，但是却不是什么科技创新大国，也不是什么科研大国，对吧？你看诺贝尔这个奖每年发多少？我们邻居啊，日本呢都拿到手软。我们跟日本人差在哪儿呢？对吧？咱们人种是差不多，都是黄皮肤。你要说智商应该是差不多的，为什么日本人对吧？这个诺贝尔奖拿到手软？我觉得啊，这个我们跟日本直接这个差距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糊弄，一个呢叫一丝不苟认真，对吧？日本人不仅说对论文认真，对吃的呢食品安全，对吧？造车人家不管做什么都非常认真，这就是我们对比啊。你看我们无论是造车还是吃的，所以就能发现啊，这就是差距。我们的聪明才智啊，全部用来骗这个大头的钱。归根结底啊，这些代写代发论文、论文造假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这件事没有什么经济利益，我相信啊，大家也不会去写个假论文，对吧？花钱然后找个假期刊或者什么期刊上发一下，那没用啊，而且还容易被人抓住把柄，留下污点，没好处啊。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合理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以那个医护人员为例啊，那些医生护士他该不该晋升？我想这医生护士啊，他们也应该这个拉开档次，不同级别的护士、不同级别的医生，他们的基本工资、奖金应该有所差异，这个大家都能理解。那怎么拉开呢？对吧？现在靠什么论文评职称这一套，那这一套该不该改？显然啊要改，你不改，实际上早就变成个形式主义了。你让一个护士必须要发几篇论文，对吧？你要护士升级，对吧？级别往上升也要发论文，有这必要吗？医生对吧？往上升也要发论文，有这必要吗？也就是说，到底看他实操还是看他的发的论文的数量，或者说啊，发论文的数量把它权重降低，作为一种辅助，就是论文越多，你辅助的分多一点。也就是说啊，你把这个形式主义啊，怎么样把它降到最低？当你要求论文的时候，那么假论文不就全出来了吗？不是你要论文吗？那我只能造假。你说我一个护士，我临床就是我还得发几篇论文，他首先一个啊，这护士他根本就没时间去怎么做实验做研究啊。那护士那倒班对吧？那护士其实挺忙的啊。那个我记得前一阵子有个那个在网上特别火的上了热搜的一个叫张月华的护士啊，他不是那个马拉松在国内哪个马拉松跑了第一吗？然后记者采访他就抱怨啊，希望他的科室，希望他的护士长能够帮他调班，让他周末啊或者什么能参加比赛，然后能训练。也就是说，这个护士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非常忙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护士发论文，这必然会变成一个形式主义嘛，对吧？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你不改，它就有了这个需求，有了需求，它就有了市场，所以它这个黑中介，对吧？这违法中介就应运而生。那些专门发这些期刊的、发这些论文的期刊啊，它才能活下去。归根结底啊，还是有一种叫唯文凭论，对吧？现在整个文凭啊已经贬值注水，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唯文凭论，对吧？我们很多这个机关单位，对吧？很多企业喜欢看文凭，这本身就流于形式啊，因为文凭它只能证明你曾经干过啥、学过啥，对吧？根本就不代表你能力啊，这个能力不沾边。但是用人单位，对吧？它也要靠文凭来卡你，导致很多人就去买卖假文凭。那假文凭和假论文是一样啊，但是现在因为你这个文凭容易查，你们造假容易查出来。前一阵子那个阿里还是腾讯啊，我不太清楚了啊。阿里好像是那个做人工智能的一个总监还是什么的，反正挺出名的吧，被他媳妇举报说他文凭造假。你说这叫他什么香港大学的什么博士是假的，后来被阿里开除吗？实际上就是啊，这个形式主义。正好啊，咱们聊一聊啊，这个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共是给了3位啊杰出的经济学家，一个叫菲利普·阿杰翁，一个叫彼得·豪伊特，一个是乔尔·莫吉尔。那这次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啊，那是表彰他们什么呢？叫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啊，
他们阐释了技术进步啊如何推动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揭示了制度与竞争在创新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听起来比较抽象其实他们说的很明白，一个社会到底有没有能力持续创新，不是靠几个科学家灵光乍现，那更不是看你的论文数，也不是看你的专利发明有多少，而是看制度和文化有没有给新生事物留活路。教尔·莫吉尔研究历史，他告诉我们说技术不是靠天才发明，而是靠一个社会是否愿意拥抱不确定性。当质疑被视为荣誉，实验被允许失败，才会出现真正的突破。而当一切都要求结果导向 KPI 达标，发明家也只会变成申报专家。这一条跟我们就非常相似，对吧？我们把一切 KPI 化，最后就搞成一个形式主义，造假无处不在，对吧？你要数字我就给你搞数字你要啥我就给你搞啥。说制度是创新的土壤，文化就是创新的阳光。我们经常说要鼓励创新，但如果连失败的权利都不给，创新只会停在嘴上。莫吉尔用知识共同体文化这个概念总结了历史经验只有当社会制度允许公开争论，这一条就很难了，对吧？你胡一金老师前2天还说这个社交媒体上现在大家都不说话了，对吧？我也说过如果社交媒体上大家不说话，不让人说话，你就别想经济好。这个莫吉尔他就认为如果这一个社会制度不允许公开争论，尊重知识产权，奖励挑战权威，技术进步才有可能持续发生。换一种说法就是创新不是工程师的责任，是社会制度的共谋的产物。比如说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爆发？不是英国人基因优异，也就是不是英国人智商高，也不是什么日本人比中国人更聪明，对吧？我要说日本人比中国人聪明，那咱们中国人大部分都不会同意的不可能认可的。但结果就是人家诺奖拿到手软。那对吧？英国人显然不比全世界其他地方人聪明，对吧？你要说英国人比中国人聪明，那中国人也不同意，坚决不答应。那为什么在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呢？那就是因为当时英国的制度环境允许第一身份者发表意见，允许没有背景的人试错失败。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做电报实验的莫尔斯，全部都是普通工匠或者自学成才者，他们生存空间是制度给的。创新的真相其实就是创造性破坏。它这个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我举个例子大家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例子不一定恰当，但是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健身的时候它一个理论，对吧？叫什么过量修复叫过量恢复就是你每天你推杠铃，你引体向上，你做俯卧撑，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你筋疲力尽，你的胳膊非常酸，你胳膊非常酸，筋疲力尽，实际上就是你的肌肉纤维遭到破坏。等到你休息1天2天，它恢复好了之后，它的肌肉就变得更强壮，长此以往你的胳膊就会越来越粗就达到一个健身效果。这就叫这个诺贝尔经济学这个几个经济学家，他叫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他那个创新是建立在破坏的基础上，对原有的进行破坏。你健身也一样对你现在的肌肉进行破坏，然后等它超量恢复，等它恢复了之后，它就变得更强壮。那经济也一样当然这个例子不一定那么恰当，但是你想象一下，就是创新对原有的东西是一个破坏。你看这个3位经济学家说每一次技术创新、技术升级都是一次对旧秩序的颠覆。新产品上市，老产品就要退市；新技能普及，老手艺就会消失；新平台崛起，旧模式就会被清查。苹果手机一问世，诺基亚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么说没毛病吧？以前诺基亚手机是市场占有率60%多就是10部手机里面有6部是诺基亚。那现在你看见还能看到诺基亚手机吗？当然了，这种破坏对整个社会来说，它不是副作用，而是创新的本质。正因为有这个问题，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社会都能承受这种破坏。有的地方一旦触动了旧产业、旧集团的利益，因为你对原来是个破坏那原来的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产业、那些旧的集团，它当然就会阻碍，它不能接受这种创新。这种创新意味着利润、利益重新分配了，所以他们就会立刻设限加码。有的地方为了稳定压倒一切，宁可扼杀掉不确定的新技术，也不愿意放弃确定性的老模式，所以他们
强调能不能容忍这种混乱是判断一个制度是否具备创新能力的试金石，容忍不了就别谈高质量发展，更别指望引领未来。竞争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刚刚好。那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结论是，创新需要竞争，但呢也不能过头竞争。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内卷。内卷分领域，你比如服务领域就应该内卷，比谁服务的好。但是有的创新领域技术领域这个竞争要恰如其分。市场竞争越激烈，越能逼出效率。但是这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用数据来证明，创新与竞争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也就它不是个直线，不是线性关系，是个倒 U 型关系。也就是说竞争太弱，那么那些企业就吃老本，就靠垄断，对吧？来产生利润。你没有竞争你想象一下吧，美团如果没有竞争，那美团它就会上，对吧？压商家，下压这些骑手，中间再坑消费者。但这个京东进来搅下局来竞争，但这个饿了么也进来搅下局来竞争，那就逼着他，对吧？不容易，对吧？他觉得就是美团，他也得改变，他也面临着这些困难。如果没有人竞争，他就形成垄断。垄断呢，对不起，就我这一家，别无分店。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是真理，对吧？我就是标准。但是如果竞争太强，利润被挤压的过头，企业也没有资源搞研发，对吧？你的科研经费都不足，你没有利润呢，大家竞争太激烈。所以说这三位经济学家说最有效的状态是适度竞争，有进入者的威胁，但也有成功者的回报。这时候企业会主动自我革命，以技术换护城河，有点像这个苹果吧。在 iOS 领域苹果没有竞争者，政府不能一刀切的搞反垄断，也不能因为保护本土产业就制造垄断，而是要精细调控，让市场始终处在那个能倒逼技术更新又不至于人人亏损的最佳区间，也就是容许这些技术创新的企业它有一部分合理的利润，对吧？越垄断利润越高，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反垄断，但是我们也不能纵容垄断就这么发生。所以说这个是个比较微妙的关系。那经济学家就认为如何让这些市场始终处在一个既能倒逼技术更新又不至于人人亏损的这种区间增长不是技术问题，是制度问题。所以我们回到标题回到这个技术创新这个推动进步技术进步如何帮助经济增长？那么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家他们的观点是，技术本身并不直接决定增长，决定增长的是社会能不能不断容纳更好的技术，把旧的技术淘汰掉。所以真正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三件事：一，文化要能宽容质疑与失败，让实验成为一种被尊重的行为；第二个是制度要容忍短期的破坏，让旧的被淘汰，新的有空间；第三个是市场要保持适度竞争，让企业有动力也有能力去创新。技术它只是水，制度是容器，文化是水流的方向。所以这个本届诺贝尔奖项的评委会他说得很明白，未来10年不是谁专利多论文多谁就能赢，而是谁能持续产生容忍破坏的新制度，谁才能拥有真正的创新引擎。如果一个社会不敢打破旧有秩序，不愿承认失败是创新的一部分，那么最终被破坏的不是旧技术，而是它增长的能力。所以说未来10年不是谁专利多论文多谁就能赢，你这个时候还在这呼呼的造假论文有什么用呢？这假论文越多，对吧？浪费社会资源越多，对吧？也就是真的论文真的专利多，你都未必能引领未来10年，你何况通过造假的论文有什么意义？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